馬太福音18章19節啦，佢話：我又告訴你們，若是你們中間有兩個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麼，我在天上的父必為他們成全。咁個問題就係話，其實一個人嘅禱告神都聽嘅，點解要兩三個人先成全呢？你一定要睇埋佢前文後意係講啲乜先。嗱，如果你睇翻馬太福音第18章第15節開始一路睇落去，其實佢係講緊咧教會嘅紛爭嘅。其實咧佢呢度講到咧就係話，倘若你嘅弟兄得罪你咧就去趁佢只有一個人嘅時候咧，同你一齊嘅時候咧就話俾佢聽佢錯咗乜啦。如果佢聽你嘅時候咧，你就得翻你嘅弟兄啦。如果你唔聽嘅時候咧，就另外帶一個人去。1至2個人去，憑2、3個人嘅口作見證咧，句句都係定準。如果佢再唔聽，就話俾教會聽；如果再唔聽，踢佢出教會。佢跟住咧，佢就話咧18節，佢話：我實在告訴你哋，凡你哋喺地上面所捆綁，天上亦都捆綁；凡你喺地上面釋放，天上都釋放。嗱，呢個咧同耶穌基督嗰陣時同彼得講嘅 context 係唔同嘅。呢度其實講緊乜嘢咧？呢個咧就係講緊咧，如果有個人犯咗錯，而你經過2、3個都係 listen to the will of God 嘅人，去大家一齊商量探討之後咧，你哋嘅決定咧會決定釋放或者捆綁、寬恕或者接納呢個弟兄咁解。喺呢個 context 裏面咧，係指住咧有人犯錯你嘅處理嘅方法嚟。嗱，所以喺後邊嘅時候咧，好明顯地咧，第18節嗰度佢話：我實在告訴你哋，當你用到實在告訴你哋嘅時候咧，即係話咧你係強調之前所講嘅説話。所以18至18即係 related to 咧教會紀律嘅。跟住19節佢話：我又告訴你哋咧，佢話 again， 即係聖經裏邊講話 again， 我告訴你。所以咧呢個亦都係重複係講到教會紀律嘅事。所以喺當中我哋就要用一個喺教會紀律嘅 context 裏邊 understand 19至20節。所以佢話：我又告訴你哋，如果你哋中間有2個人喺地上面同心合意去求乜嘢嘢，天上嘅父必為佢哋成全。因為無論喺哪裏有2、3個人奉我名聚會，嗰度就會有我喺中間。呢個係乜嘢嘅聚會咧？呢個聚會應該係決定嗰個點樣 deal with 嗰個得罪咗神、離開神嘅人。所以呢2個人其實係 refer 翻 to 咧係16節講話，如果你唔聽嘅時候咧，你就要另外帶1、2個人去，要憑2、3個人嘅口作證。其實係 refer back to 呢句聖經嘅，應該。其實佢係講緊教會紀律，所以佢其實講到話咧，如果你哋有2、3個人為咗教會呢啲嘅問題去禱告，而咧你要尋求神嘅心意嘅時候咧，神係會因為咁嘅緣故去應允你，臨到你裏邊，話俾你應該點樣做，使到你有最後嘅決定。呢句真正嘅解釋應該係咁咯。